继父为何暗藏杀气？丞相，我等在即日，丞相何必多疑？丁丞相，无这种随从兵去了解。那曹操想因此动谋，都未成功。你们几个小小毛子，一想万事此切了，来呀！将此二声后这帮五声全部在是。列位休得惊慌，老夫特备成业，与众位他生同意。我为
手言行，学舞台表，给当后才。怎么？莫非你想反我？哼！来呀，与我拿下！老子呀，老子！孩儿啊，快将这本阵与我赐死！太师仙奴，太师仙奴，你这三星加怒，神色作物为父作场，杀不切招为敌，曾与天父son宗。呵呵，今日便叫你不得送送你。奉行我海，随我来。万岁驾到！
要堂上为天无力。王勇少姐妹，报姑父妹，凭一层气欢声，多把全兵虽不负天意，只以恨意。神来也是因为神人恐畏，杀张为害忠良，此恨难平。
在此作证。弟弟，今日见弟弟才眉不转，英勇憔悴，小女在此得有所告，愿弟弟早世人心，跪体康宁。难得你有义无之心，这是弟弟因我团心。你那预留之辈东西什么？弟弟，调查才子一介女流，但愿可报国之心。弟弟若说出心中之事，调查还能为弟弟分忧。这心中之事么？初见心事不可以，朝中成了大军机。大军机，莫非是那东宗？就是东子这老臣，这老臣人居此军来大会，独领去路心胸才，文少洛阳人教徒难杀无辜，万万谢。难道朝中虽没有人管此逆臣吗？今生忠义之辈谁不断？要是老人情深难，不要为朝堂杀人万遭哎，屠佛挖金石的村，曹孟德情之不忍远逃去，翻身七宝成归结，从此老臣长结为，本与那天生虚无的李凤仙。李凤仙就是老子的儿子李布。李布出人夫妻，狼狈为奸不当理。今日他一气之下张为死，
同心一力自全尽。也有报国之心，雕帅虽有报国之心，真的是个女流之辈。这女流之辈么？雕帅，倘若我要用你，你将怎样？雕帅得天的事，倘若有用我之词，为国家社稷赴汤蹈火，浑身晒过，万死不辞。一番话，你滚蛋，你不允去哪里不？吕布，这将你去于东中，敌将你吕布先发兵令，再将你去于东中。请上座。哦。
呀呀，不过呀，不过，喂，他真来当众人了，不能下门将走，公公出来，去到进去。哎，方今天下别无异哟。哦，李将军啊，老夫最敬将军之责啊！哦，乃敬将军之在的在，哎。为何不带夫人同来婚赛？不，雄马空中尚未顾得去妻哟。怎么？尚未娶妻吗？真是！哎呀！18夜起劳气女巫，原为为何要离？多谢司徒大圣，老夫特别破例，以表心意。来，将礼物献上。何妨悄悄，生是神仙水。此乃是小女刁钻心碎，是刁钻小姐得以为我兄弟。是啊，正是小女亲随所去，以彰将军神威。想必他身披金冠更进取，难得他特地为我云赠许。为何起？难得小姐一片美意，花花裙子小姐，我要当你行恭。你要当你的行？是啊，请当面大喜小姐，请好，才闻听着，我是小姐侧倒。你
敬母的李贵儿，快快上前拜见。是弟弟。拜见王姐，我光阴早晨去，相见莫听把问语。穷儿，直到他亲你了呀一阵去，宽言人恰是潇洒一君婿。凶杀哪里有？分明是一阵天神将云头。有道神州地不天下无上，你这贵族不是常常趴在为女是道是一个小贼在贵中常常花在这个。是啊，今日相见应尽尽三倍，让快快进去。一场不尊贵人去，爱吕布单骑勇斗刘关张，方天画戟是蛟龙羽。让快进去，请用去。
我就应声言语。
争端，痛必须。难得你闺中芳心常在骨，况我念我关心头。玲珑金冠你请岁岁，今相见金酒三杯一愁眉，十则断深情意是少许。吕不如喜得你红颜知己，此次愿闻写思话不虚，吊算君结算安定。他须眉须模样，恰恰心擦擦。他与我初次相见称知己，少儿做同道头千步履，一时间迷雾之言他见心，见不江中渔翁下钓雕塑，今日婚宴天作美，许下计一心头。小将渔娃用心头，说出来莫为我亲为，问请讲吧。此情云窈窕淑女，君子去。一起吕布远去你怎样？同生共死几乱催，将军何不与我弟弟商是某小贼才决，小将先以红队中为岂能对此一莫逃，报此一重要，奴家一次要连外未曾将去。有连环同心共水，风头转，风头转，上飞平头，调情色老苏水，生情意两相隔，黑是山盟天长去，万难与共独曾去。
配配去，你谁以戏弄我女儿，气死我也，气死我也！弟弟，他到底怎样？他向女儿求亲。哦，他不是戏弄你，是求亲。文儿乃四季豪杰，这样的好女婿，天下难得。此拜见叔父。既蒙文儿不弃，小女得配应在老夫所愿，请由朝廷讲情。今日13，就是今日嘛。来不及，明日是何？明日乃是日期，更不好。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接上小婿了。哦，是无人总好，是无人。好，师傅在团圆之际，小婿这就为父安排，师傅在迎娶小姐，告成了。哎，要叫情绪了来得真好，鼓舞真备。儿啊！弟弟，冬至老子今晚就要过府，我儿快备往做好准备。弟弟，冬至姑父与我何关？儿啊，难道你对吏部通了真心，一见钟情了吗？儿啊，难道你忘了连万计不成？弟弟，儿啊，你曾是赴汤蹈火，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，也快动之情要不负弟弟，本怒而罪，为国家在今，为天下立命。弟弟，为母救你了，为母救你了。这是江山的下。君迷心意，结花无语。可叹我红颜真快，终
要杀将的命令你的情，杀将不明我就犯家了。太师，鄙人相有之意，来人不便明言。为何不便明言？禀太师，云时有普及天文，夜观结将，即混家气数已经。太师勋的之间，必得皆无自为。到那日，令我这军人资本相隔，不能请了才之怀，故而要太师确诊前来，聊表称喜。呵，有多少抵抗我的？被我把我吞吃，都被我废了。命与你师徒为神何神，神和无心，故杀得这红缘，就不愧对于你呀。谢太师，师徒，听说你义女在茅厕中能歌顺服，我不请她出来做主先父啊。王云早有此准备，小女已在当下侍候。好，好，太师，请姑父上来。
是的，令爱刁人果然是有你长我一辈，可惜此国此府在我太师府中是难以相遇啊。太师在喜爱小女，王云愿意奉献。是的，你不可戏言。王云娘来太师第一，一贯戏言。此请令爱在按同意为夫。是。太师，听说文儿今日也曾到此，回去之后高兴异常，莫非他以为此女儿狂？这待刁人为夫之事，还请三思。哎，暧昧之心神迹于之，即使我儿见过此女，他也当将之于我，孝敬我老子。太师，我不惧将等大位，正在于公务神啊！来，请美人同意为夫。昨日太师来到河山，他是听神灵哀，已许了武汉奉献。你我一人儿女亲家，他说我当把灵哀接去，明日为你指挥。哼，皇帝什么不困？他早与美人同床共枕了啊！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
太师，
切奴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太师何必为一女子伤了父子之情？一目宽，我只将表孙是一礼部的好。呸！你的爱妻为何不送于那小畜生？也有大人，小婿的爱情便是令爱子。哎，老夫都为其糊涂了啊！太师，只怕你不慎反目成仇，生成是恶果。是太师，立即下去让我清静清静。是。表嫂，既然吏部在出身对你有情，你也对这畜生有意，老夫我就成全你吧。我听得能与官儿在心愿爱，我心花怒放，我心花怒放是开颜，从此后有时好比童谣啊，与女郎与女郎比真是相云天，相云天。为甚要把太师嫌？梦算间，弟弟从头相
吉普请可见，从此他父子更加心连心谁知黎明更要早。表帅，只要你忠心待我，老夫我怎能舍得放你呀？不是你我同往美屋，从此再不要见到那出色礼部。你是哪里？太师，吩咐准备筹码，老夫要与刁帅同往美屋。太师，那吕布之事，哼，老夫不再举他的罪名，也去罢了。太师，太师，太师，李氏，你听我好言，劝慰吏部，只要他忠心不爱老夫我，定传得于他。太师，你留在京师，遇事不必多言。是太师，刁帅。
说，要说。许佛于别，官上大台，你得先于天死。教授，地流索，问层层跌倒前，将军。
做吕布，越跑偏穷，挖富贵，同争天下。你还是谁？我举报将军，你休要挂念吊索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吊索。将军的神威是最难，凡人在你，凡人叹，凡人骂你，凡人你，凡人恨你，凡人爱，凡人怀你，你却在梦间，学堂里还家家落，还家官。
心田，层层金钟响耳边，这一位顶天立地英勇汉，恰成了万人真万人言。出生涉世为谁转？这手中长戟恰似中天，张张千千是梦魇，越思越想越念。啥不是知路通路的夜雕虫？这真龙发挥与谁雕塑？你非主之天，我记下了结局。雕塑。美人说说上言，雕塑摆平了。往西走，林涌涌怒火从心头，我深深刻走，我去杀老这庄稼我年许。问来各有啥子，老夫助你报答去。王爷各有啥子，按理说赴汤蹈火唱前队，后秦公子此上去不杀老臣，死不休。
人，你来看啊！梅屋曾见苦冰心，天下真高须此间，内藏金兵满书案，更有等两30年，正所谓金库工厂安，黑库保安全，这里样样都有，更有你这家的美人。温柔乡里看娱乐，杨金小人去也好。并开始总郎将理所求见，命他觐见。是理所觐见，理所觐见。总郎将理所恭喜太师，恭喜太师。喜从何来？唉，天子兵体出救，又要娘生送位于太师。好，所以歇下息扰，太师你就要趁机混同，待龙为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就要趁机混同，待龙为了。估计要登此大宝，不想求才今朝。李嫂，太师，不知王勇之意是何？王司徒已在水上的等候太师降临。那李氏有话讲。林许李氏家为驸马，欢喜不尽，正在恭候讨将为朝。太师今日乃王道节日，就请太师起驾。好，好。慢。苦草叶，多梦难为情，神气于心中神不宁。看起来今世今日太无尽少，谁为之事该人意？一团千秋是江城，风流下老着边国不同生，一日无忌今朝成忙下去考虑他，名将牛儿陪无声。太师一切里外心万情，这里上分明是王后派来的人。他打来全家去受传，目的是我的报应谁尽？要传一旁传等，我要神山开，真所以神。
也是惊梦不断呢。哦，妹生，你梦着胡来？我家梦见一条金龙，时时照在我的身上。这条金龙不就是太师你吗？哦，看来太师有私登龙位了。是此事嘞。这夜梦星尊乃是介绍，乃是介绍，这千家最传乃可取得，真可取得。调准拜我太师兴旺登基。好，老夫上登龙位，去封你为贵妃。谢太师，李生我也提前封我母子万岁。老夫登基之后，你连升三级，千子隆恩。来，准备策马。这你这错人又是为何？呀，太师，这你这错人乃是不将之招，万不可负卿。呀，太师，这年之错人真是气绝万幸，这是要太师前往上岸，给成龙朝奉你。对呀。哦，美人说得好，美人说得好啊！来，马，备马，备马。参与不成，体力斯文。谢帝家，上必须不顾真爱，入无成女，为此今夜色情豪进，吕布亲生望你一。就算只是时候了。你开始提真为进去，为不会给你是兵马向前。太师，大内人马怕进向万丈大人。以及我女婿的时候，我还奉献这3000铁甲也能离我左右。兵马向前，是兵马向前。内国的幸福，我杀等就当奉儿为天下兵马总督。喜如王，请。你个儿为将军，请什么字不还等风华儿子？
怎么要我跪下？哎，太师，只怪这一次本受了伤，皇帝就要向你下跪了。太师，请此。哎，大汉征胡3年，有奸人动作，弑君无国，杀害良民，立即赐死啊！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来也！我听我，快用我指条这般乱政之子！呸！他们粗心得尽用，你害不害？明天不用，奴子恶人。